2024国际半导体展昨昏伫南港开幕，超过1100间国内外厂商来展览。另外，针对台积电去海外设厂这个问题，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市场和资源是业者去海外设厂主要的考量。因为目前台积电伫美国厂进度是真顺势，应该会当照时间来量产。 超过1100间国内外厂商共同参展，创新历届纪录。2024国际半导体展测试举行 ，AI 晶片先进的封装，也甲 CoWoS 供应链厂商排规排，技术实力坚强。除了12个国家设立专馆参展，美国馆是头一届设置，看会出来咱台湾半导体伫国际重要性。打造绿色工研科技是企业甲厂商长期努力的方向。 搭配厂区的 AI 智慧化管理，那做更节能，然后碳排更少，这样子，那企业未来的碳税也会交更少。按过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找三地演讲时阵呼吁，台湾唔通限制伫亲中甲亲美的方向，应该针对真正会当互咱台湾强大的方法充分讨论。外界解套这个讲法，反映台积电是伫个地缘政治避避去美国设厂的困境。对这代志，经济部长郭志辉认为，市场 资源是业者海外设厂的关键考量。台积电到美国去，一定有他选择的理由了哈，就是它的市场几乎都在美国嘛，所以它一定要靠近这个市场。就我了解啊，这个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目前的状态还蛮顺利的哈。 那他应该会如期的把产品给让出来。会展内上互人注意的大师论坛嘛，伫刚刚举行，由台积电日月光、微软、三星电子等9间半导体头人各界主管发表演讲，其中真侪大师是头一届来台湾参加论坛，创下6年来上侪人。AI would change the whole job. Many jobs will be changed or even disappear. So that could create some impact to the whole world, all the societies, and how going to manage that. That's maybe there's some additional risk and consideration. 大师论坛展开 AI 晶片设计的对谈，探讨半导体加 AI 技术看界甲未来的世面。行政长导英台致辞时阵嘛表示，未来是 AI 的黄金20年，5万家高科技产业杀向高峰。记者综合报道。